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。王一博顺利抵达河南，下车直奔安置点，不休息忙着搬物资。最近一段时间，网络上全都是关于河南的消息。这一场大雨来得猝不及防，让很多人都没有准备。而且这一场大雨的降水量，很多人都说堪比全国1年的降水量。这一次，王一博作为河南人士，在发生水灾之后第一时间捐款，并且还随着韩红一起抵达河南。看到这一消息的时候，都感觉特别震惊，因为很少有明星能够像王一博一样，在捐完款之后还直奔一线，不怕苦，不怕累。王一博在深夜结束工作的时候，和工作人员一起抵达河南。这期间他没有来得及休息，据说前几天为了录制街舞已经累到吐了，这几天好不容易有时间可以放松一下，但是他没有休息，而是直奔一线。这样的明星我们没有喜欢错，他值得我们的喜欢。王一博他本身就是非常低调的，这一次在抵达河南的路上，很多人都特别的担忧，希望能够顺顺利利，不要出现任何的意外。而在7月22日的时候，王一博和韩红团队终于顺利抵达郑州。在抵达目的地之后，他们没有休息，而是带着物资直奔安置点，在现场。韩红还向大家介绍了王一博是河南老乡，并且王一博也非常谦虚地冲着大家鞠了好几个躬。看到王一博乖乖地站在那里，很多人都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敬意。他在舞台上是光鲜亮丽的明星，是发光发出的明星，但是在离开舞台之后，他又瞬间化为普通人。在河南发生灾情之后，第一时间和韩红团队直奔一线，这是很多明星都做不到的。而且他还捐了100万，希望自己能够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。王一博他永远都是非常正能量的，这一次他在抵达郑州之后，而是直奔安置点，并且没有休息。他和团队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忙着搬各种物资。看到此时此刻的他，很多人都感觉这辈子没有喜欢错人。其实他在抵达郑州之前，很多人内心都是非常担忧的，害怕出现任何的意外。但是看到韩红带着他顺利抵达现场的时候，很多人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。现在救援还没有结束，希望王一博在帮助他人的同时，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平安。作为粉丝，等待着他平安归来的消息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